你係咪咧身邊都有朋友同你講咧，喺海外投資物業咧，好多時咧會遇到租霸，其實咧一件好頭痛嘅事。隔山買牛咧，管理唔到你嘅物業咧，其實咧係一個好常見嘅問題。可能咧你揾唔到一個好嘅管理公司幫你去管理嘅物業。喺英國嚟講咧，如果你想冇租霸咧，你可以咧做 Airbnb。咁但係你又問啦，咁 Airbnb 咧，咁又點樣管理啊？你坐喺香港，同埋屋裏邊嘅嘢，如果爛咗嘅話，電視機爛咗，或者咧可能有個客倒咗一啲紅酒落個地氈嗰度，咁點樣處理呢？其實咧原來咧可以買保險嘅喎。如果你想知道咧英國物業咧點樣可以冇租霸，同埋咧可以做到 Airbnb 嘅話咧，咁你要聽落去啦。大家好，我係 Hubert，我由2013年咧開始投資英國物業，現時咧擁有超過10個物業，收租咧超過港幣咧100萬一年。其實我都係咧一步一步、一間一間咧咁買呢啲英國物業翻嚟嘅。開頭咧呢條路咧都唔係一帆風順，都行咗一啲冤枉路，同埋咧交咗一啲學費。喺2017年開始咧，我帶領超過5000名學生咧，用2年時間去建立佢嘅收租組合，每個月咧收租咧超過5萬蚊港幣嘅被動收入。想喺英國咧建立你嘅收租組合，想揾到你嗰支盲公竹，我嚟緊呢有個2小時嘅免費分享會，同大家咧深入講解英國嘅物業。click 下邊條 link 報名，唔好錯過啦！留意我 Hubert，包你咧行少啲冤枉路，走快人一步。